继续来看，行政院编列着4100亿的特别条例，伫今仔日的立法院会来排审。这牵涉到国民党团所提出的普发现金1万块，是不是会当拼过关？也毋过早起的议程煞熊熊大转弯，那被决议暂时无爱处理咯。要等到后礼拜，台湾甲美国的关税协议公开了后，才要来表决。民进党团批评违反宪法，讲这就是用普发现金来慷国家之慨，就是用国家的钱为家己的党来做人情。大饼啊饼果物资有几啊台电风，也有特备器材甲麦具。民众党团半暝轮班伫遮顾议场，等透早7点准时要上案。主席台前放大型的布条啊，用标语抗议总统赖清德。民众党团党中备阵，拢是为了议会要排审，行政院编列规模4100亿的国土安全论成特别条例。不过呢，在野阵营对着行钱移民有共识。要发偌济意见无共款，民众党团主张发6000，国民党团讲爱发1万，是讲大场面要拼三套时，最后煞消风气。在这次院会，我们暂时先不做处理，我们准备就是等到台美贸易的协议正式的尘埃落定。变更议会议程，因为国民党团决议。等到7月中旬，台美关税贸易协议有结果才来表决，嘛将原先提案的普发现金延到第15案，依照时程确定要伫今仔日的议会处理。国民党团嘛，预告要伫7月初9以后提出台湾救济方案。这个条例不管是今天表决，下周2表决，它势必都还是回到这个核心：蓝白要执意的普发现金，要慷国家之慨，去救自己的罢免。民进党团强烈的反对，认为讲表决通过了后，将会影响到国土安全的支出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嘛话讲，在野党想要以普发现金来代替，真正是万万不可。诈骗还是非常猖獗，那甚至又闹出人命啊，而且是一家5口。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卓荣泰院长应该要到立法院来做报告。若要达成共识，将邀请杜英台到立法院报告打击诈骗的成效。调野的火药味，并无随着议程的改变来失毁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